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欢迎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话，爱买客家人哦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客家俗谚，很好玩，你听着哦，叫做“做乞食冇愛一隻碗”。做乞食，什麼是乞食？乞食就是乞丐，就是 beggar 乞丐。你当乞丐呢，你也要有基本配备。那个基本配备就是一隻碗，你要有一隻碗呐。比方说，我看你好可怜哦，我要给你东西吃，结果你也没有准备碗，我怎么倒食物给你呢？意思就是指凡人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装备或基本的本领咯。像我是教英文的，我的基本本领可能就是一本英文字典，那就是我的一隻碗，那就是我的一隻碗了。那么现在年轻一代的父母亲啊，通常都是双薪家庭啊，也就是都要到外面 set 条路。什么叫做 set 条路？就是指去工作的意思。set 条路，像要把小朋友小小的呢放在托儿所或者是幼稚园。我们来看幼稚园怎么说，在客家话是讲幼时的学校叫幼时园，幼时园，幼时园。幼稚園就是指幼稚園啊，那麼很多是到日本時代開始有的說法，所以也有照日本的發音來讀。那我們說頭擺，頭擺就是以前頭擺啊，意思就是頭擺以前的學堂，頭擺學堂。學堂就是學堂啊，其實就是我們說的私塾，是由私人出錢請省桑。還記得省桑是什麼嗎？就是老師，私人出錢請省桑來教小朋友。小朋友呢，在客家話的說法很好玩哦，是細小的人，小人兒，叫做細眼，細眼。C 就是細小的這個字，小人的意思，小朋友哦。好像台北縣泰山地區的明治書院啊，就是200多年前呢，由胡卓游先生他私人心血所建的喲。書院有公家的，然後也有私人的。那公家的老師的束修就由公家支費了，所以呢，收費也比較低。什麼叫做收費呢？收費就是客家話的花費的意思了。我們客家人非常注意孩子的教育哦，所以呢，從小開始，幼稚園開始到各階的學校呢，都非常重視要讀得好的學校哦。所以我們學了一個學堂，學堂就是學堂的意思了。我們下回再聊嘍，安之 say 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。